港澳車主揸車返內地，然後發現扣分啦，或者抄牌啦，即係俾人貼牛肉乾啦。咁呢啲要點樣處理呢？嗱，咁 Tony 老師今日教你一個好方便嘅方法，就喺 Apps 上面一次過搞掂晒。嗱，咁當你俾人扣分之後，你仲有冇去交警大隊排隊啊，或者揾黃牛幫你去減分呢？其實都唔使嘅。依家咧其實喺一個交警12123呢個 Apps 上面咧，可以有一個叫做學法減分嘅呢個做法。咁我自己都經常會唔小心會被扣分啦。咁其實基本上你喺手機 Apps 度咧睇完啲視頻，跟住做啱幾道題之後咧，就可以直接將啲扣分減晒佢噶啦。咁 OK，而家睇睇點操作嚇。首先下載 Apps 12123，然後入邊有個學法減分，多數人咧都係會揀呢個網上學習，然後咧就可以睇視頻做題目，20題答啱18題就可以減1分啦。好啦，係咪好簡單呢？至少唔使去排隊啦，唔使專登走上嚟去減分啦。好啦，咁如果你仲係唔識得點操作嘅，歡迎喺評論區打減分2個字，咁 Tony 咧就 send 一個詳細嘅教程俾你，點樣喺手機 Apps 度減分。